一个书成赞不赞？赞。高中今天很荣幸，我们林书成同学能够考上台大财务金融系，那能够透过希望入学台大这个政策，我觉得非常的好，因为偏乡的孩子在资源都比较不足。那希望入学要近期的条件不是只有成绩，林书成在3年来学生成绩都在班上维持第1名，但更重要的，他会所谓的感恩、体贴、关怀，做社会的服务，这才是他能够进入台大的最主要原因。其实学校发的参考书就很够了，因为就是买个课本就会送很多奖励，所以题目也很够。所以其实只要把课本跟讲义都看了，然后也看熟，然后如果有不会的话，我就会开始上网找，因为有些他会跟你分享一些笔记，像是那个可丽那个他会分享笔记给你，然后有时候我就会看，然后如果再真的不会，我就会来学校问老师。我们这边的资源是比较少，我也很愿意来帮助，所以这个思成这一次能够进入台大财经系，所以非常的高兴，又是我小学妹，所以我们送她的一个电脑表示祝贺。以后呢，她在求学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困难，我会刚好在台北，我都可以随时来提供协助。我们的大学长非常有名的苏天士，国际级的哦，